我讲到这台积电呢，因之前有宣布要来投资美国抢1000亿美金，这外界呢是真关心，敢会影响到咱台票的汇率的。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表示讲，这央行呢捌找过台积电来讨论，这1000亿美金呢，要做一个伫第一时间来就安尼甲汇出去。那讲到这敢会引起台湾半导体产业的，杨金龙是认为讲无一定，因为咱台湾的企业拢真灵活。 央行总裁杨金龙13到立法院进行报告，立委关心台积电增加美国的投资，总金额达到1650亿美金，央行事先是不是知影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它会经过外汇市场，那这外汇市场我们会知道。这个它的1000亿呢，也不会就是说是在1年之内就1000亿，不会。杨金龙表示，央行外汇局捌甲台积电财务部门联络过，外汇局局长回应，台积电增加对美国的投资，未冲击新台币的汇率，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当年 营收增加，美金收入也会增加，有够因应对外投资。过来就是这笔金额未伫短时间内汇出去，而且台积电可能发行美金的债券筹措资金。有立委进一步询问，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敢会带动台湾规管企业拢刷去美国？ 杨金龙是认为无一定，因为企业会计算另外运用。但是股市方面，杨金龙认为，川普的行情已经降温了。我们也受到冲击，不过呢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是稍微是恢复到它9月份那个时候是一直冲高嘛，那现在是回档，所以也就是说恢复到9月 以前的那个水准啦。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呢，如果说是下修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连带影响到会受到影响。另外，后礼拜四就要开今年第一季理监事会议，国内利率敢会调整咧？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，目前物价也算平稳，总共4月起定价，对 CPI 起价虽然有影响，不过幅度无大。除非是 CPI 年增率降到1.5%以下，才有机会降价利息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